你嘛甲好兄弟同款，看到我用淡薄好的物件，就要来威胁我，还是要告我？你误会咯，有关何小姐的行为，我真实的。做一个专业的租赁管理师，伊是失职啦。安尼我听想讲，说着，你即摆拍算要用失礼2个字，就拢准拄煞。伊讲伊真正有摕我3000块呢。是，迄3000块我是想讲，你想要退互我，当做一切拢无发生。你敢袂想过天真啊？我是安怎要退互你？北汤挂已经甲你换好势啊，敢毋是？啥物意思？你之前毋是一直打电话互阮，爱阮甲你换一个较高级的北汤挂。这是你签名的岁数契约，第6条写甲真清楚。租赁期间，厝内全部小物品的替换，拢是厝卡爱家己负担。拄食迄个北汤挂，拄好3000。听所长，我今仔日是专工摕发票要来互你的。恁生活是给我？契约顶悬白纸黑字写甲真清楚。我阁掠准讲，你对条款一向拢会研究透透。我只是照规定行。甲你杀纸，真实的。